免啦吼，准备因为是做咧甲补偿的，所以准备了，迄会当趁着这个成功，能趁着两届。好，那么各位领任，还有各位组长，各位在座的讲师，大家晚安。晚安，师晚安。因后呢，非常欢喜，就是咱因后讲训班吼，学校有影，有些学校常常无伫的，拄仔明仔载要去下门，因后佫有伫厝，所以呢，就才甲咱学习，其实呢，学讲师，学校拢感觉讲非常重要。一个道场，伊的栋梁，咱的道路，法度人真正风电有讲师占一大迄个因素。那么学校呢，其实咱负责人会知影，互我搬物件去遐，互我搁伫遐吼，互伊鼓励，再鼓励啦，咱莫过伊定定啦，吼，甲咱鼓励。所以呢，即摆伫咱爱上来讲，伊即摆是咱游戏的负责人，因此伊大部分，学校嘛甲伊讲，负责人是要因后甲你班，咱敢有要来？伊讲无了，即摆做你甲房间你的代志，若是做单点嘛，你甲房间你的代志。或是说不切人是非，因为阮两个常常国外，伊讲都若无伫国家，你正请迄个主办的吼来甲，伊若伫国家伊才甲咱准备。若是讲伊嘛无伫国家，咱就家己去分享。那么当然，讲师一定要经过你学讲了后，经过兄弟姊妹像咱大家同小讲师群，同小听了后，其实会当甲咱补充，咱会当大家互相学习。那么当然，伫因后来讲，互我感受讲，咱有一个总干事，即摆是咱爱心的总干事，互我嘛一定有请是咱负责的，即摆伊秘书处，伊早互我处长，伊副处长，即摆伊嘛伊在先当处长工作，所以7月份，大约前线要转来，可能即个行程呢，咱目前的都在咱副处长来做安排，因为互我7月可能7月初我。会去台北去泉州，因为有啥物呢？泉州确实，即马就是有经班有一寡工会一点呢，需要学校去伫遐带动。那么呢，当然因后咱有一个讲师，咱知影，伊早呢，我还袂倒，就已经是讲师啦吼。但是因为伊事业性较重，而且过程内底，伊可能甲伊所有精神会甲肯定。因为咱领任大部分拢伫国外，当然国内也爱做家庭的责任，嘛爱做趁钱的责任，所以会使讲非常辛苦。因此呢，有停止一段时间的要来讲课的这个语言。那么伊真是负责讲师的条件啦，多谢谢咱有感受无？伊一起来，咱因为公司是一个领导当然伫口条方面、台风方面。一个具体条件，这都每个练而且呢，伊大学，伊就是大汉仔啦，学校要抽到，咱已经拢伫这生活的环境内底咧学习，其实环境最重要以咱豆腐北公来对咱进行国文主席，而且语言内底，伊大家耳濡目染，拢是会听到，伊我常常赞叹讲，伊这个故事故事我今年大叔一早伫阮兜咧讲故事的，有一个总干事，有一个讲师呢，伊嘛是讲历史故事。因此有啥物，伊会想要去讲大约四大三月，伊一定要给咱教，因为伊有兴趣，对不对？有兴趣，你就会想要去实现你这个愿望。那么你是啦，讲读万卷书也是需要习惯领悟就亲像我一届咱家庭后去，伊做第一次去。因此呢，咱在前线的时候去，九仙山，确实多前线，咱大约真正咧进步伊早阮旧年甲连续去九仙山的时阵伊个变数是无问的啦，你记得你会惊着真正拢做无卫生的，我拢国口罩。结果今年去九仙山，事业甲我讲。